生个儿子很辛苦呢，怀孕了。当儿子的不能跟向母亲顶嘴，要知道，你看，从这里知道，要诞生到人间，母亲要受多少的苦啊！母乳是妈妈的血产生的呢，生产有多么苦啊！等于20根骨头同时骨折，哇！小孩出生，婴儿出生，经过妈妈的产道那种剧痛也造成他忘失，忘记了前世啊！你看多辛苦啊！这叫生老病死的生的苦。吃母奶吃到3岁左右呢，你看吃了多少奶啊？母奶是怎么产生的？妈妈的血啊！出生的苦，妈妈的苦，小婴儿出生经过产道，挤压的痛苦，忘失了前世，生老病死苦，生的苦。妈妈怀孕了，吃到的苦。所以说不能顶撞母亲，就是这样。老的苦，呼吸困难的，走路困难的，还有一些病呢，连小便有的都困难了。像男生射护腺肿大，小便困难的，好食好困好放那是幸福，吃得了，睡得了，吃得下睡得着，排泄排得正常，这就是幸福哎。年老了，你看，有的肠胃不好，食欲不振啊，吃的不顺啊，睡不好啊，大小便有的又不能顺畅啊，有的小便排不出来，有的又便秘啊，你看多苦啊！病，生老病死苦，病的苦。你看有的重病，然后治好了没有办法自己呼吸啊，到呼吸照顾中心要插管啊，插鼻胃管啊，嘴巴插大粗的管啊，鼻子插细的管啊，然后抽痰啊，哎呦，抽痰呢都是会发出声音呢，抽痰有多苦啊！说里面那个空气发生变化黏膜会挤啊，会碰触啊，就会很苦然后死亡的痛苦，你看，死亡前有的没得喝没得吃，有的又要失温啊，要呼吸困难很多种的病啊，痛苦，生老病死苦，所以要赶快得名师指点。拯救灵性啊，将来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啊！